我哋嚟睇《楞嚴經》卷一第六節，呢一節係佛陀同阿難拗心喺身入面呢個講法，係七處徵心裏頭第一個又最正嘅反駁。佢嘅邏輯勁犀利，夠膽撼到我哋對自己最根深蒂固嘅諗法。請睇白話翻譯。佛陀對阿難說：你而家話嗰個識知識覺嘅心喺身入面，但呢個講法根本企唔穩㗎。佛陀即刻提出一個好叻嘅反證，如果呢個心真係喺你身入面，咁你首先應該睇到自己身入面嘅嘢，比如五臟六腑，之後先至睇到外面嘅景。但係世上有邊個會先睇到自己身入面嘅肝、心，再睇到外面嘅山山水水同天空㗎？佛陀再講多句，如果話身入面本來就睇唔到，咁都算啦。但既然睇唔到身入面，點可以話心喺身入面㗎？反過嚟講，要是心真係喺身入面，又識得睇嘢，咁佢睇到嘅應該喺身入面先至啱。但實際係根本冇咁一個身入面可以睇到，所以話你講嘅心喺身入面根本冇道理㗎。中學解釋與深層意涵。佛陀今次反駁唔係玩文字遊戲，而係一次準到痹嘅認知式手術，目標係剝咗我哋對心嘅空間化、實打實地嘅錯諗法。一、致命嘅邏輯反證，先睇身入面再睇外面。佛陀論證嘅核心係睇嘢嘅順序。如果心係一個喺身入面嘅睇嘢嘅人，咁佢首先應該睇到自己地嘅在嘅身入面，之後先至透過冚感官睇到外面。呢個就好似一個人坐喺屋入面，肯定先睇到屋入面嘅牆同家私，再透過窗睇到街景。但我哋所有人嘅經歷都反過來，我哋永遠冇辦法直接睇到自己嘅內臟、血或者神經。呢個冇得拗嘅事實，徹底整垮咗心係身入面一個細粒睇嘢嘅人嘅諗法。以整垮身入面呢個概念，佛陀嘅反駁仲深層次挑戰咗入面同要嘅對立。我哋習慣咗話身有個明確嘅邊界，邊界入面係，外面係，外面就鬆釋，擺呢個入面。佛陀話你一直信嘅呢個喺你自己親身經歷中根本唔存在，你睇唔到佢，咁你將心安喺一個經歷上證實唔到嘅位置，本身就係亂噏。三、現代角度睇，意識唔係一樣嘢。用而家嘅話嚟講，佛陀係話我哋意識心唔係一樣可以擺到某個位置嘅物理嘢。神經科學知視覺係喺大腦嘅視覺皮層形成，但我哋自己嘅感覺並唔係喺大腦入面睇一個電影屏幕。呢種入面有個世人睇屏幕嘅感覺，本身就係幻覺，哲學上叫笛卡爾劇場。佛陀嘅諗法仲徹底，識得感知嘅諸道具根本唔係一樣佔空間嘅嘢。佢係一種無形冇樣、清清楚楚嘅功能，唔可以當佢係一樣物件去揾、去定位。總結來講，第六節係對普通人認住自己嘅第一次精準打擊。佛陀冇講一個新答案，反而用冇得拗嘅邏輯拆咗阿難同我哋最信嘅舊答案。呢種拆咗唔見先嘅方法，係想讓學嘅人從習慣諗法中醒返，生出唔明。如果心唔喺身入面，咁佢到底喺邊度？呢種好深嘅困惑，真正係識得斟嘢嘅起點。阿難之後仲會喺經入面提出佢第二個、第三個諗法，佛陀亦會逐一拆咗，帶住我哋一步步接近嗰個唔可以思議嘅真心。我哋嚟睇《楞嚴經》卷一第七節。上一節佛陀駁咗心喺身入面嘅講法之後，阿難呢一節就提出佢第二個諗法，心喺身外面。整體白話翻譯。阿難聽咗佛陀嘅開示之後，又同佛陀講：世尊，你講嘢後唔能夠睇到自己五臟嘅教誨，令我突然醒覺。我而家諗，既然我個心可以睇到外邊嘅如來，卻睇唔到身入面，咁呢個心想必係喺身外面啦。佢再解釋自己嘅邏輯，呢個就好似有人喺房入面點起一盞燈，因為燈喺屋入面，所以光線一定先照亮屋入面，之後透過門窗再照亮屋外嘅天井。所有眾生之所以睇唔到自己身入面，反而睇到外面嘅景物，真正係因為呢個識知識覺嘅心喺身外面啊。咁樣嘅話，心同心分開，互不相干，咁話佢睇唔到身入面，唔就合道理咯。中學解釋與深層意涵。呢一節睇到阿難思維上嘅一個典型跳躍，一個固有諗法被拆咗之後，佢即刻跳去佢嘅絕對對立面。呢個依然係習慣嘅二元思維喺度起作用。
一，從一個極端跳去另一個極端，心喺身外面。阿難呢個新理論聽落都幾合邏輯。基於觀察，我可以清清楚楚感受到外面嘅世界，但感受唔到身入面。讓類比推理，呢個就好似燈喺屋入面，光先照亮屋入面，再照到屋外。反過來，如果感受嘅主體心喺身外面，咁佢自然淨係可以感受外面嘅世界，而感受唔到身入面。呢個觀點喺哲學上維持某種外在主義，話意識或者心靈唔係封閉喺大腦入面，而係同環境互相作用嘅產物。二，佛陀早估到嘅陷阱同根本錯處。阿難呢個觀點同樣喺佛陀嘅預料之中，佢嘅根本錯處就係將身心徹底分開，而身心分離嘅難題。如果心完全喺身外面，同身一啲關係都冇，咁就有個關鍵問題，呢個喺外面嘅心點樣可以感受到我嘅肚餓、口渴、凍、熱、痛、癢？身嘅感受點樣可以傳到一個完全喺外面獨立嘅心靈度，惹自己嘅感覺消失？如果心喺身外面，咁個身就淨係心所觀察嘅無數外面物件其中一個，好似台凳咁。我哋就冇辦法生出呢個係我嘅身，我好痛呢種強烈又直接嘅屬於自己嘅感覺同污糟親身感受。三，現代角度睇，脫離身體嘅意識。用而家嘅話嚟講，阿難係喺主張一種極端嘅脫離身體嘅認知，但認知科學同我哋日常嘅經歷都話俾我哋知，意識係深深同身體連埋一齊嘅。我哋嘅思維、情緒同決定都同身嘅生理狀態、感覺運動系統緊緊連住。一個同身完全分開嘅心，根本解釋唔到我哋最基礎嘅生命感受。總結嚟講，第七節係阿難思維旅程中嘅第二次行錯路。佢從心喺身入面嘅牢籠跳出，佢一頭跌進心喺身外面嘅對立陷阱。佛陀會在下一節駁呢個觀點，核心論證會直指阿難論點嘅致命弱點。如果心喺身外面，同身冇關係，你點解可以即刻親身感受到屬於嘅各種感覺？呢個又一次引導我哋去反思嗰個食知識覺嘅唔喺入面，又唔喺外面，佢到底係何等唔可以思議嘅存在？需要我將某段，我哋嚟睇《楞嚴經》卷一第八節，心喺身入面同心喺身外面呢兩個講法都被佛陀駁咗之後，阿難就提出佢第三個諗法，一個更叻嘅理論：心匿喺眼根入面。整體白話翻譯，阿難對佛陀講：世尊，我以前成日聽佛陀開示，因為心喺度活動，各種現象先至跟住產生。因為事物生起，各種心識先至去分別，而呢個識得分別嘅心，如果唔喺身入面，又唔喺身外面，我諗佢或者係匿喺根入面啦。佢解釋話，就好似有人透過水晶碗睇外面嘅景物，雖然碗可以擋嘢，但唔會阻礙視線。我個心匿喺根入面，都係一樣嘅道理。佢藏喺眼根度，所以可以清清楚楚睇到外面，卻睇唔到身入面。呢個就好似透過水晶碗睇嘢咁，又因為佢藏喺根入面，所以都感受唔到身入面。咁樣嘅話，佢唔完全喺入面，又唔完全喺外面，呢個講法應該合道理㗎啦。中學解釋與深層意涵。呢一節睇到阿難思維上想找一個中間位或者緩衝位，呢個係佢陷入哲學思辨困境嘅典型表現。一個更叻嘅模型，心喺根入面。阿難呢個新理論想綜合之前兩個被駁嘅觀點嘅好處，同時避開佢哋嘅缺點。愚昧睇唔到入面找理由，心係一個裝喺碉堡眼根入面嘅哨兵，視線被碉堡擋住，所以睇唔到身入面。碉堡後面跪睇到外面作解釋，碉堡有射擊孔、水晶碗嘅比喻，所以心可以清清楚楚觀察外面世界，避開入面外面。難題，佢唔完全喺身入面，因為睇唔到入面，又唔完全喺身外面，因為佢靠住身嘅器官。呢個觀點喺哲學上類似話意識係感官系統嘅某種功能屬性，靠住感官先至存在。二、佛陀將會駁嘅關鍵預告。阿難嘅比喻聽落幾叻，但佢嘅根本錯處係佢依然將心當成一個有固定位置嘅實嘢，只不過呢個實嘢被叻叻地匿埋咗。佛陀後面駁佢嘅時候會集中攻擊以下幾點。
件嘅性質，眼根等六根本身係物質性嘅淨色根，或者係功能性嘅。如果心匿喺物質性嘅根入面，咁同心喺身入面冇本質區別，一樣會被問到點解睇唔到眼根本身？幾如唔着得準，水晶碗嘅比喻係冇效嘅。一個人透過水晶碗睇嘢，佢同時可以睇到碗本身作為障礙物同外面嘅景物，但阿難嘅心睇外面時，根本睇唔到眼根本身。呢個說明心喺根入面嘅模型解釋唔到實際嘅感知經歷。邏輯亂晒。如果心匿喺眼根入面，咁未用耳朵聽嘢時，心又係咪匿喺耳根入面？我哋淨係有一個統一嘅舊識，佢點可以同時匿喺不同嘅根入面？咁會令到恨被拆成多個獨立嘅個體。總結嚟講，第八節係阿難思維困境嘅加深。佢從入面到驚，而家又想安喺中間，呢個反映咗眾生思維嘅習慣模式，總係要將想像成一個嘢，再為呢個嘢找一個擺放嘅位置。佛陀後面嘅駁斥會繼續引導阿難超越呢種實野化同空間化嘅思維，去體會嗰個無形無樣，佢識得靈明覺照嘅真心本性。阿難每一次嘅錯，都係我哋認清自己思維陷阱嘅好機會。